Hello。兄弟们，今天带你们恶狗表判一下。干嘛？滚吧！我也就值5个方糖是吗？直播了，喝不喝？行。没牙张开腿算。媳妇儿，手机掉里了，你给我拿出来吗？在哪儿呢？搁这里头呢。哎呀呀呀！刚有人碰我，你看到吗？没看到。像一棵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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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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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然后你还吃不吃橘子了？吃呀，拿来呀。给你按一个铃，我就给你吃一个。我能累死你，来，快给，
来，这边，来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叔叔。带我去玩去了，带我。你他妈了个逼！爸爸，你看上面。我们哭了，我们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。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。剪没剪完呢呀？马上剪完了。哎呀，你别说，整的还真不错哈。那你先剪吧，我出去买点菜去。你给我点钱。哎，到这儿你自己拿。啊。你就这几十了啊？嗯。那我一会儿回来啊，你先剪吧啊。哎呦我去你妈的，我这儿呢！哎，我这儿。哎，大美，衣服，衣服，哎，衣服。我发现现在人都有毛病，喝口可乐真成这样吗？我真是。这些小兔崽子真的是有病，喝个可乐成这个样子。这帮小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喝口可乐乐成这样。